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总共有营造有664公尺，从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到龙岗天桥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光的海堤，而且它整个的旁边的一些绿布都是迎合湾外来走，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改善这边的一个环境营造，在3线的植栽方式，用绿布种乔木、灌木。那另外迎合湾我们整个去除之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抚育的方式把它做去化。我们这边有3大亮点，一个是昆生的广场就是这边所在地，中间有一段是昆生的细造平台，在尾端有一个昆生驿。那这3大亮点都是一个可以停驻休息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六合区这边合作了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课程。我们龙岗国小的小朋友呢，就在六合区的引领之下，到我们的昆生海堤工程这边的园区，进行了后叶牵牛、台江国家公园这样濒临绝种的植物的复育工作。所以呢，将来呢，等到我们这个工程完全都已经完工之后，然后变成是一个除了休憩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因为龙岗国小就是在旁边，就会变成我们一个环境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台南市海岸线是北从巴掌溪南到二仁溪口，那这个总共长度是69.2公里。那这么长的海岸防护，那行政院在10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了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理防护。那比如说我们在北门这边，就是巴掌溪到集水溪口这一段，那就是由水利署第6河川局跟林业署来办理七股溪湖跟北门溪湖这一段。那这一段呢，除了我们农业局跟我们水利局以及6合局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养滩，或是来做海堤这个加高加固就中央的水利署以及林业署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这一些海堤的防护海岸的防护我们都会积极来做而且投资了非常多的价金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保台南市的海岸防护台南市的海岸是可以稳定平衡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台南的海岸线很长，将近要70公里长。那所以说，从北门这边一直到我们南区这边，那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海岸或者沙滩，不管是沿岸或者沙岸。那其实对于海岸的保育是很重要，因为中间有蛮多地段是侵蚀很严重。譬如说像黄金海岸。这20-30年、20-30年来，海岸线都倒退了将近100公尺，所以坦白讲，大家很努力，那努力把固滩、把海滩这个守住，一方面守护国土，这是最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昆生海堤，那这个部分很谢谢第6河川局他们的帮忙。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1月1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听到优秀原住民运动选手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无法度继续比赛，打算放弃去做兵。议员施予兴旺伫总时阵要求市府爱增加补助，留下人才。议员施予兴旺因为听到原住民家庭有3兄弟拢练台拳，伫大大小小比赛嘛拢有好成绩。其中大兄今年竟摕下全运会金牌，不过该家庭受限经济困境，2个兄弟以后拢选择做兵，放弃训练。
对互议员表达遗憾，嘛进一步要求市府检讨精英运动选手的培训补助计划，希望除了全运会以外，一寡指标比赛嘛拢爱纳入思考，更希望放宽补助的标准，互选手有长期训练道路，替台南留条好人才。目前我们的补助计划我们的补助计划好像只有全国运动会才有，所以我们希望市府这边在补助训练的补助金的发给办法可以修正第一个，它的执行方式非常的复杂，我研究了很久，我一直看不出来它是怎么样去发放，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的选手才可以去领这个训练的补助金。而且它的发放方法也很特别，它还要经过什么考核？其他县市的补助办法很简单，你就全员运金牌多少钱，发2年，银牌多少，铜牌多少，全中运是每年办，所以他说全中运金牌多少钱，然后发1年，银牌多少发1年，个人团体就这么简单。其他各县市的那个训练补助金的那个计划非常的简单，不像我们台南市制定的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那个体育局可不可以帮我说明一下，你那个执行方式到底是怎么样，还有补助的方式？76都都有培训经费了，就是你参加全国运动会完了以后都有培训经费。我们台南市呢是从3000到2万，每一个月发给他这样的一个待遇。那刚刚议周也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考核？因为我们担心的就是说他领了这样的奖金的培训经费的时候，没有放弃训练，没有继续在训练。其实我们是给他一点，就是鞭策他，就是希望他继续再往前，然后再迈进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全中运的部分，全中运我们是发给金牌的选手啦，还有破纪录奖金的选手，我们给他培训经费。议员会中进一步质疑选手参加外县市比赛交通大房等开销，因为拢是由学校申请，所以嘛要求体育局一定要监督查核，真正用在选手身上。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议员林彦祖伫组织时表示，市面上有真侪养生会馆偷偷咧做黑的，而且一部分的会馆可能违反着都市计划法，至于经发局是毋是佫出问题？议员林彦祖调查市府以及主管疏解压力的方法，结果包括市场顶人拢是看电视，另外包括督发、卫生等局长拢讲疏解压力无去过养生会馆。议员等出这个议题，主要是强调台南的养生会馆敢真正养生健康。因为太太之前先生时常跑伫会馆，甚至爱借钱消费，并无单纯。而且根据警察局侦破养生会馆涉嫌色情，8月到10月就至少4件。议员除了感谢环境的辛苦，不过因为主体区根本不应该出现类似的场所，结果伫联合稽查，却以当时无营业改为掠营业。放任违反都市计划法，以按6万的处罚。议员质疑到底是上列操作，不满根本是真空旁。到底是神操作还是钻漏洞啊？我讲起掉这一点爱处理。我从那个电动玩具在骂这个养生会馆。好，稽查未营业的，你稽查未营业，你如何把它改为按摩业？好，很好笑改按摩业不是业者自己去改吗？怎么是你当场去稽查没有营业？再放下一张，你把它改为按摩业。在采法的时候，我从108年调我调这些资料，好，都发局是违反都市计划法，它可以裁处吗？好，现在养生会馆抓到是以妨害风化，好，警察局移送啊。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违反都市计划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改为按摩业。按摩业他就没有违反都市计划法。如果说警察局除了查他从事色情、移送、涉违法之外，那如果说他不被归纳为按摩业，他就可以依都发局就可以开罚6万。如果他被归为按摩业，都发局这边就不能开罚。对。
也有都发局重开2笔12万的啊，你看一下。所以呢，我认为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市库少收入，到底，所以我刚刚在讲嘛，到底谁钻了漏洞嘛？台湾会长嘛进一步指控立委林义景的特别助理朱明宏，先立风款等3间科技公司来标案，已经涉嫌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甲贪污治罪条例，甲民众嘛已经检举到法务部廉政公署，呼吁检调依法侦办。今日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生化美术厂设立文化园区。到即马已经20档啊，都无啥物变化。大酒公司打算投入4000万来改造，而且嘛爱重新招商。善化美术文化园区将近有20档无太大改变，可能使用已经有一段时间。台湾汾酒有限公司决定投入4000万进行户外景观改造，形成友善空间、户外美术街。并设置儿童游戏设施，以及改造便所等公共设施。这个所在是区位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原来也是观光工厂，但是呢，因为观光工厂的设置比较早期，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规划性可能是稍显不足了哈。所以这回就是公司有稍微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那预计呢，往后我们会逐年来编列预算，逐步的把它建制起来。那也希望说，彰化啤酒厂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附近大彰化地区的一个乡亲的一个休闲好处所。那也希望说外来的游客到了彰化地区，这个所在这是一个必造访的一个景点。出席记者会，立委郭国文指出，善化美术场地理环境优秀，周边有3项水道博物馆。台史馆、南科考古馆、善塘园区等文史景点，串联起来对在地观光将有帮助。左边我们过去的一个山上水稻博物馆，创造的人数非常的多。那右边过去呢还有史前博物馆，那再往前那边呢还有左镇的化石馆，这些都属于再生的博物馆。这种再生的博物馆吸引很多的客源来。可是呢，有一些呢是活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呢，举凡什么？就像我们的糖厂。现在糖厂很多人台糖现在很多人，发到100亿看买啊，拢无停车的空间，拢停到不好考虑，一家人台糖，整栋设置点停车掉。另外，我去催生的，不是我催生，我去协助把那个牛墟往这一个那个中文农场过来。这边呢，将来的观光动线也会带动更多的人潮，本来人潮就很多，以后会更多。这个是属于活的文化资产，活的博物馆。而另外一个呢？最具有吸引力的活的博物馆，我就看到是彰化啤酒厂。彰化啤酒厂这是酒的博物馆而且国酒的象征。台酒董事长丁彦哲表示，美化改造工程会分3档来办理进行，目前先委托厂商规划，搁再发包施工，希望进度会当提前。现在园区也正在办理招商，已经有在地业者表达高度意愿。等投标了后，上紧的伫明年农历春节进前就会当进驻，将提供更加完善餐饮以及消费服务。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发产能8天捡天才赛夫，甲日本甜点国宝小山井，推出台湾头一个上贵的费南雪礼盒，看好台南人的消费能力。在8日百货公司内面开了一间快闪店。将色水优良的费南雪切开，甜甜的香味，互人嘴软擦擦滴。米其林绿星知名总铺师简天才，甲日本甜点国宝级大师小山井，结合甜点甲法式料理手法，开发出这款大地时蔬烤味的费南雪。大地时蔬是我的招牌菜，但是我们把它用到于甜点里面。那它里面的蔬菜大概有50种以上，我们希望就是在吃这个点心也可以摄取很均衡的一些营养。台湾就是有一些饮品，它其实是就是会有蔬菜跟做成饮品，那也是甜的。其实我直接联想就是波蜜果菜汁、蔬菜汁。那其实它只要再加上蜂蜜，它整个的甜味、香味跟蔬菜
本身大地的那个气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合的。另外2款是有着浓浓茶香的抹茶，跟花果旁边的荔枝巧克力，虽然一粒价小要220块，只伫咧台南百货公司周年庆限时开卖，也毋过袂少人对这3款费南雪非常饿了。这费南雪的，它不会像以前的给我的印象很甜，甜的过头，它很湿润，以外它非常的和谐，抹茶有它的淡雅，然后最后25种时蔬，非常的跳跃，很层次分明。然后巧克力，你会觉得似有若无，但是一种高层阶的感觉，很巧妙的融入。这则快闪柜位以拿杯细水为基底，是以风琴纸、可可粉等循环材料制作，会当重复使用。另外，现场也展示着多项品牌特别商品，在满足人客的同时，也兼顾环保甲经济效益。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中嘉宽屏今年上尾一场媒体适度活动，结合安南病院，甲老大人分辨消息是真也是假，而且阁有奖征答甲bingo游戏。安定中山社区透过农村再生计划，除了让游客知影古早吹过热亭，嘛是要发展做过观光体验。不过因为社区个人化，长辈较少甲外界接触，加上教育素质甲社经地位偏低，所以真容易受假消息或者是诈骗影响。所以中嘉宽屏三观王相注册团队结合安南病院，10号特别来到社区活动中心，进行今年度最后一场的媒体素养活动。会中来到平均年满70岁时段，虽然大家有了年纪，不过拢相当的认真，甚至勤做笔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使人感佩。主办单位嘛透过有奖征答以及bingo提奖品的形式，借此宣导接触媒体一定要查核，避免片仔被牵咧走，嘛互在场的长辈收获满满。用这个课对于大家这个知识的增加，真好，感谢呢，恁来宣导。医疗信息咱感觉讲真好，会去甲伊。会去甲伊讲哦，这做好诶，安尼想要甲伊转传这一寡好心吼。那现在才知道说，原来吼，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诶危害其实嘛是真大啦。因为医药的些多诶迄种查证啊吼，刚刚有讲到停看听，我觉得受用很大。发电是用真真假真真，上重要爱去纠正。互伊纠正，唔通互今仔看到的物件无一定真的，因为即摆的手机啊非常的厉害，伊像咱的上司伊有讲要变做林主任嘛是有法度，所以讲啥物卖变落去嘛是有法度，所以讲呢，拢爱纠正，上好是甲厝的人有一个通关密语。随着网络传播速度愈来愈紧，以及庞大的资讯如何判断真假，透过事实查核中心等平台拢会当查证。不过，若是歹分别的变造，其实要求对方变换姿势，伫面前的手顶顶，卖当破解，敢是使用着 AI 技术的骗人，互咱做回来对抗假消息。一起对抗假消息，停看听。记者郭文杰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补习教育协会14日举办表扬活动，今年总共有83间补习班来参加，提供1284个机会，
合作社的活动也会使得到教育资源。台南市保持教育协会持续推动幼苗专案，帮助弱势囡仔得到保持的机会甲资源，强化竞争力。第110年学年度，总共提供2284个组合名额，总价值超过366万。那目前呢，台南市总共有83间补习班，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目前也已经帮助了150几位的小朋友，他们在课后呢，可以跟大家一样平等的接受补习教育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台南市补习班的同业们，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来共襄善举。这次幼标专案除了原本符合资格弱势家庭之外，更放宽申请，家庭突发变故也是经过学校推荐，只要符合条件，就会安排适合的补习班。台南市保教协会面临亏损风险，也要回馈社会，为教育尽一份心力。从疫情时代开始到现在，公部门跟私部门的协力，帮助了很多的孩子。这一路走过来，这2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补教业者已经充分的跟政府部门的合作。这次还要特别谢谢台南市补教协会。此外，因应高中小新课纲多元学习变革，协会特别邀请到18间有专业实力的相关业者，在现场办理课程联展，帮助补教老师规划课程，让囡仔学习效果大大加分。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为了行销台南的油螃粿，甲优质的农产品，台南市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新竹的百货公司参加快闪市集，为农民做行销。来，去看完，去看完。好，谢谢市长。市长王伟哲捧着香粿，亲自请民众试食，为了就是希望有更侪人知影，台南出产的香粿是有偌好食。这场难得好瓜拜光瓜快闪市集，昨日就伫咧迪霸大碗坝登场。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台南的哈密瓜，洋香瓜。那哈密瓜很多种，像这种里面的肉是橘黄色的，还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还有外面的表皮是光滑的，还有外面的表皮是网状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台南的很多，我们叫难得好瓜是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品尝。那今天很多我们来到我们全台湾最好的这个竹北远东大圆板这个竹北大圆板，因为这边可以说是很多最优质的消费者，不仅是在竹科，其实我们台南也有南科，很多。不管竹科在南或是南科，都有很多最优质的消费者在这边。因此呢，要把台南最好的这个农特产品介绍给我们竹北的好朋友。不止替农民行销，台南市政府甲迪霸大碗坝也合赠8箱台南香粿送予天主教德兰儿童中心，予中心的小朋友嘛当食甜甜，也予这场活动更加温暖。除了香粿，伫快闪市集现场，嘛会当看到后壁过好米、生化水果干、关庙的关庙面、干电的酸菜白肉锅等等，每一项拢是台南的优质好物，吸引真侪消费者前来采购。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11月14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曼晶，咱再会。